李君故意心事痴，实子是偶一不爱。老身杨氏得计对后，一梦两中异构相聚，即在空门起身佛地，一月一年光景了。方太太去年寻儿子到襄阳来，那居送的那大消息，听见儿子路上碰着强盗，总当子里是在强盗手里向，所以一口有气到四百家了，也想对我无心思了。幸亏的把他四个看见，努力就近安堂。小家设想不是家风之谁要努力这精神，太太不肯。为啥？因为姑娘的脾气满门毒妇，等来的不会有好结果，弄得相母的去受伤。有个时间还是让我安堂里向等等，等到儿子来，我大子里一大精神大神父啦，那姑娘们的父亲亲谁，谁是呢？我不来。你不肯精神，当然不能硬做，所以让你带过来把云安。你现在呢，是到花园里看东面的竹林里向，疙瘩一排有3间房子，这个地方叫白云溪，上好交关鸳鸯。老太太除脱丫头困觉之外，总归坐在当中的客堂里向，侃侃沐浴，念念心经，闭闭眼睛，养养神。外头买不起，人家买块已经1年在。那么2人这个呢？有个安堂里摆4个，有几儿子打周人服侍老太太，为父亲摆安令，像大马步农月姑娘，为佛部的媳妇，再讲儿子他五沙洲百里刚刚山海经，家家里的门山山里的心。神里小家呢，此地不来，因为搿桩事体没去娘。经常最动也抽办，自家们回来啊！每逢初1的半，不是官长彩屏，定是黄本来请安分后，一切应用的么子顺利送出来，搿环境是收得好。嘿嘿，加上老太太的人啊，越来越不灵，越来越瘦，么子嘛吃不了，上来还好吃个头2碗饭，到后来是吃个碗饽饽。碗饽饽是1碗，1碗是半碗，半碗是一坨坨，一坨坨是一米米。再近2日喝2口，做它还够闷在。实讲亲家哪非要水哟？真正琵琶骨头，搿这粒子生出来，实在是像第2家实讲。那么哪会得实讲呢？千金儿子呀，真家好啊！方家里不来继承遗爱，家当炒干净。阿公老男人气杀，自家大子儿子口水分担。放手这步，谁下来同的养活个儿子不收拾，还要家里读书，媳妇精神在扑拉儿子身上想，希望你长大成人，将来能给他先做媳妇报仇先，自家还可以拉来看看。总说儿子蛮长气，12岁随进学中虽然就嘿，落里晓得小儿子不拉相互有马币分量，要割脱那个虽然是你上进之路。没办法想，所以官长儿子到襄阳来问姑娘交代，还说交2地，拿个分量交脱，那个虽然可以罢了。落里晓得帮着姑娘手里，果然弄得不欢而散。儿子路上帮着讲的，说到现在，西活人王不晓得，亲家的哪不担心，哪非要千计哦。想得个儿子，非是夜里做梦，你到夜里在做梦。衣裳是走了啦，哎，看见儿子进来了，哎呀，儿啦，儿啦，要去搿那里嘛，哎呦啊，一看搿那个电视都要伤痛。衣裳是走了啦，哎，儿子走了半边，眼睛扑上去，金爸，我儿，你进来了，巴拉达，一扑个空，一根根倒在那地上，终于落来落不去。晓得儿子他正在看见拿来扶起来，
儿子500，婆磕他一盘。经常在讲哭，是为啥眼睛出子毛病在？看个人要知道眼睛问题，离开头2尺已经模糊。因为眼光当中的精神一发，所以一日到夜眼睛闭拢。那时你困着，你到醒了海；那时你醒了海，你到一点糊里糊涂。这个人弄得神思恍惚。过些年，伊拉往前几年之在，那时儿子认不出来，心也500。33岁之余，城里向经常百姓出来，说我儿子一些没拉江西，一些没到这杭州去在，怕人去这呢，只听见夫妻相扶，看见人灯楼，总归扑空。我想阿位个33岁是高个家，城里向看见我在看千几儿子，恐怕我非要想出毛病来，有意想对酒来骗骗我家，做事个。在我那里想，儿子看上去就死着，是个活了世高天了来着来着，看上去母子精神不会再旁对着，想到个他们眼里嘚滚下来，想啊，孤寡的样子，30年前相信荣华富贵。30年后，竟弄到如此的地步，众民泪尽。杨氏啊，杨氏，恐怕是你生人结果的时到了。我都记得呀，好，三非四，一年黄金四余生。杀非生女所谓情义，老死空问与哪个恨？
水有灵，悄悄听，听他们的念经声，出声念书。梦里的儿子帮的，好像神就在后头他病撞了一样。我们来做真心生活，儿子呢在那旁边自愿读书，蛮开心。哎，正到那个辰光，被那黄鸡一碰我都有梦。记一提，随此弄我差心，个心做那个人家几乎难过。唉，我那里心空那梦自想风在往事深。儿子呢，一定死个在，我那郎是根本不会帮的。除非我死，应该的让见面，我在梦里看见。唉，我那里想，你寄予心事好比梦，寄在梦中好比心，我滴滴答答很梦神。都将他梦动人心，但愿今宵再是万里梦，一梦也是浮心的神。我此生又做梦中神，但愿梦中儿上步，我梦中亲儿啦！哎，谁吃那千几儿子来在？啥你们放轻玩？李姐子姑娘子骑马出寨。现在再也就随着几年，所以请彩屏领大把云安。现在花园里对过来整个同门立下一个作用，两旁边的作队密密人人，当中一点足劲逼得来这个精神，这就是老太太等的地方。两家头过来将近大把云西们来的人啊，各位是彩屏进来之间三代批客。让丫头到这边去禀报一声老太太。方清香格来呢东花头在，咱们自家娘儿子呀，将说不距离。不
边来个客人，那么内心在里向通禀一声，娘可以出来接一接。搿你也晓得我的娘分开搭对生意，正是纪娘心切，那行等得意呢。崔明进，相思举母子，不必拘礼。不是姑爷，李想分了他一口子啊。与你是他为服部的心腹，为大马部的男儿，你懂年纪轻轻女流之辈。那么你们身上但是当辈，夫妻兵法，那马上你修进去，你都非黑个。那四个当里向来这个小道是真，哎，现在来福的外边嘛，上通的对通家说啥名堂呢？所以一定要兵法的。哎，但对的，因为里向分少娘一个人为不人了海，虽然啊闯在里向许多不便，只须是费老崔明记通禀一声。是。你要说去说来呀，谁这里来？过来，大上唱跟水，我唱轻轻家开开，大大里向第二就是来我唱的来打一打上。为啥叫我唱打上？给来彩屏波斯，因为来此里经常来，他的脾气的没啥个噻。你是他丫的困觉之外，一日大夜坐在课堂里向。那么你唱说归上了，外头看到里向来这个清爽，哎，现在姑爷看见太太睡得这样一日，你心里非难过，非心痛啊。姑爷是小子呀，哎，现在汪啷一声哭出来，太太那马上你分宝贝，一吓非吓出毛病来，太对不起。所以呢，才有大场子哈，看见太太坐了那么眼睛过来，啊，老太太在那，丫头见老太太看得亲哎，哦。他是吃了千几年之称哎，有人可里听耳，一听声音嘛呀，彩屏哇，就说听见彩屏的声音，他眼睛发上到眼里来一个，随此吓得不够哭。说彩屏凶到这样一来他见的这样破啊，有道理个，因为上一次来，他是吃了千几年之称哎的。彩屏看见之后，我们背上不就是来随走，噶这些神啦，白子家子来，说请告太太，请神离去。哟，姑父啊，我在那给他美好啊，不，你不诚心了还？哎呦，我没诚心。既然没诚心，你为啥要夸？我分夸啊，彩屏看见个，想不了。收入分精神，害我白特子不是，所以现在听见彩屏那么吓得不够哭。西在眼里一个，为要强壮花容，笑嘻嘻把面孔。哟，我倒是在，原来彩屏记快速亲戚，是都是老太太，立起身来。彩屏记，夫人哪一夫人是哈的？都是老太太，那一夫人是哈的，小姐闺中一哈，小姐哈是想你老太太，所以名压力带来亲爱的呀。王本一哈，有老人家是越发亲近了，你一哈。丫头同老太太的红福是哈的，哦，大家哈蛮开心。太太的脾气，欢喜一个个门大家，年纪大的人是这样想的最大呀。彩屏看的亭子嘛，眼睛走上一步，啊，太太，丫头恭喜太太，好喜太太，恭喜你！我弄到这种地步，为啥个喜？哎，彩屏记，想我岁末之神，为有什么喜事啊？太太，我家公爷来了呀！啊，你才真讲，太太的功劳，我家的公爷来了呀！哦，我儿来了，
当真，当真，姑叔要你真该哄骗老太太。哇，啥儿子来着？吃得起日子，你要让千几的，听见儿子来哪不夸我？哎呀，儿啦，儿啦，儿！哎，杨氏啊，杨氏，你在黄天化日之下，又在哪里做梦了？你一拉拉做梦做，你知道吗？老子害人我，还会是你的家门的，所谓来个是，母子经商就是父爱帮的一个在。这一想不对，彩萍他给我说的清清爽爽过。啊，为了外头家，哎，让我来门门口走定你的啊彩啊！哎呀，说的那做梦啊！非要说你怎么不离到彩萍安不啊？要么也是做梦，做啥个梦？我既然不是做梦嘛，彩萍的人呢？是不是彩萍看见太太老师？你又在那里做梦了？想想太太真，昨日千几这个儿子弄得也是梦，不是梦都弄不清爽，还是得去喊个不要进来吧。那么呢，太太的年纪大，动作慢，彩萍年纪轻活灵呀。太太看眼的辰光嘛，已经打至上床跟睡在，距离有太太眼光当这里，所以看不见。你过来，嚓，嘎噔一开，啊，各位。老太太在里睡，请快睡进来吧。是。昔日分堂为母命，今朝福地居士用。母亲，娘啊，孩儿金宝来请大胆里讲，这过到江头的一幕，不，双膝跪下，谁因几步上里起两条手，血泼泼过来。哦呀，母亲，娘了！老太太，死吃了有时间。哎，我个人啊，看上去也是夸张。弄得来热情热巴在做梦，差不多夸张。咦，这那个当口听见一声，各位老太太在里睡，请快睡进来吧。彩萍的声音哇，沙朗朗啊！刘来上母亲娘啦呀，你知哇？到底是想听懂几话说了嘿？隔三娘是尚有分听见的，听到你到过里三个吃个台香给来有外味，这个他地真正呀！我不要在那里做梦啊！乃是你自家不相信自家，是像眼眼辰光嘛，过了一个黑影，嘚扑进来，打自家门前，将某的让娘到水搭上来，楼台楼娘，第二三娘是出开门吃走。不是做梦，十里儿子来着。哎呀，儿子啊，我当然是一个这样，上来今朝晚晚的来当我娘帮头的了。看见儿子来，当时心里想万分的夸问，
但是范粉考核当中包含范粉的伤心，也想害上儿，也想害得成。加上我弄里3个月样么子10日了害，他不用并子娘半日天，给开气神一人，方是哭出声来。儿啦，太太妻儿随我吧，他7分苦，必做5分伤。红豆那仔细，还被人来呼儿郎嘛山水西来风迷嘛，也想看不出，所以眼睛当着这里，狗血不让眼里胡子怎么更高无度，看不出哪。我虽然代表眼睛，摸上去嘛，哎，只瞧摸到儿子个面孔，肉得得，滑嘟嘟，壮得肚子，身体美好嘛，大一灵性。想想儿子啊，儿子，那真正亲对呀。几年功夫，年复走来，心也不一封啊！你不想想我娘年纪大这样。如果遇上虽然两个心都不松弛，还是那母亲的儿啦。是。毕竟你3年往后出去，因我你们天呀黑叫心嘛。娘在故乡，你儿在外。我还比那风中之竹，插上的山，山风开水也在外。我他说。之下，因此我心儿出门下。我3月里家乡，千里走风山，我6月大襄阳，一共下到那。路过举松亭，女儿那风凉，听得那么凉凉晒晒，一大肚上失望的结，我儿郎受到你们女大个中毒性命伤。我知道那母子今生终难再见，因儿你今朝大襄阳，遇得爱中来见儿娘。他说你们这个1年一瓶啊不在。上一想儿子的嘛披麻个带下来哭一声，
你今朝来还能够当我娘帮的，如果你再晚点来，恐怕我娘夫为了死家了，母子见不上面，你只能看见我个把位，这还披麻戴孝，搿是我个把位，到古代王的来哭他一场子，儿啦，是。方清听见这两句说，那还非要内功，正所谓心事到个，对妹妹家抬起来，对娘面孔一看，哎哟，娘老得不的样子，他娘分开搭对3年，只看见娘面孔上侪是个皱纹，头发根根细白，三个人事相仿。方清看了眼睛里，痛到心里，放声大哭：“哎呀，娘！”身上，一不记儿娘在为，口子口勾的言言虚分。分居把肚鸡饭，这一世愿大日空中雨，巧两中你够把事手。是，的确，是姑娘子好，害你母子两家头，险些将性命在送了了。不过再想想，儿子啊，儿子，你不要知道嘛，恨姑娘心里有我娘家。说起来，娘啊，我老姑娘了好多辰光年纪小，不懂不晓得那个脾气。
你打你们故事一进来一打，你个脾气呢，父也不晓得。搿个人实讲死里实讲死去，你为讲我来家动的，害我吃搿种苦头，搿种苦头再讲你娘天我吃个了是，你也要实讲想。但是儿子啊，你要明白，我娘夫为实讲鲁莽。我上一次关照你来，不是家动的来，他动的来个。因为老太太有同地生了姑娘的，搿辰光放假里参加之后，老太太的私房金银碎石拼拼凑凑并拢来，为价值20万两银子抬价。当时个陈夫人呢，一口娘家不能穷在，不要么少，再等我去，20叫我跑头家设想的嘴巴，所以九张为门大襄阳来。临走辰光，老太太随拿搿点物事，只加2万两银子交拨了姑娘，带到襄阳城那姑父殿堂里向。太太胸有成竹，李白林宗旨，再里那喊穷，隔壁同地不去帮你。等到将来儿子长大成人，能够争气定下，如果一少不少，平平淡淡，那么隔壁物事拿出来，还可以他的身高的呢，还不要紧在。搿叫细水长流，上西方有呀。老里晓得新儿子相夫有毛病分量，要割脱的水台，水台割脱不能进考场，在上进之路，没办法想，所以关照里来问姑娘拿个笔铜锭，我倒不想全部拿出来，拿一部分分量交脱就收拾了。那么为啥事体不当儿子讲呢？喏，搿来老太太太以为想得太周到着。晓得儿子脾气年纪轻骄傲，生那么狼狈不可，姑父屋里嘛好打得起，作兴当佣人啊，或者姑娘啊，口里不去，闲话当中不让他打得来之里，那里也不服气的呀，而且头就嘛硬讲讲，说起来姑娘，你非要看我不起，这不是人没穷啊，但是我不是来问你家动的，我来他动的来个，一副招致的名言，不讨人欢喜。不得你讲出，娘里想哦，我来求家姑娘，即使有啥不搭嘎地方，你也肯忍耐；吃地方肯低头服下，讨人欢喜的。老里晓得不想得太嘴到反而不灵。那么今朝到你旁头，让我讲的不来听听，娘的儿子还可以明白明白。啊，儿啊，是母亲。想为娘媳妇名利大事，并不是家里带来不许聚散，我与那。秋天走归二分两。八月不雨做完，沟上风往飞去，姑娘的酒盏相亲。姑
爹们啊，人家总归两样。姑娘毕竟自家人，非要是我与同的那里打，谁是唔白，你还会得照顾个？嘿，罗里下的恰恰一个相反，哪知他一昧良心一支刺，比追究已不是他。屏风不动天上笔，如今随他去，家在身家没体谅。口里你那下银里嗲喽，有回事。庙上你那一堵上门呀，他一飞一杀，并不虑过说美女母与还用吗？你送飞有理，我娘是下，赤羽府内最风山。他竟是人言人语人面目，真是冰上盖飞铁心山。中哦，呀长辈，像他富家富贵，把孟家房，我今世送的一个山。今日为娘同你讲明了吧？是。方清一听说，哦，原来你娘有同的生了姑娘的，那么注意的娘啊，你那不早点告诉我们？那么老的说，谁知我到襄阳来，并不是门内姑娘交通的，我是门内太同的。不过这一想，你姑娘讲你不好，我们不晓得，你有什么了还要？当时呢，三岁不我的，我也要去那些。也非得不不我，为要弄我势力，弄我狗出乡门，以至于中途把那讲的妻娘分开，大队三年，黑大娘如此离谱，谁是那姑娘不好？所以想到这道，心里更加恨。哎耶！手好至于好手登门好手啊！不是狗娘放过手，好至于你给风黑槟榔。在内养，不是狗娘放不手，好至于病中狼藉进
要往恶狗是让恶狗当心的娘，不比神父让人来呀。把那彩屏听子自然不是心里边想的。你都娘你这两个里的耳朵一打一当啊，没有狗娘，个狗娘没不好，狗家别家分得快很多。你都那样自己把人家挖吃，自己把人家害吃呢。那么再说狗娘呢是不好，但是狗爹啊三人分得快你，是个让我来求求你子。儿啦，母亲，想你家狗娘你乃是财官代理女子的因为，不比你家狗然古代从中遇上府的做事，看狗的别致文上，可用一点神来积分。今日我们母子能够重逢，也是天大一桩喜事，你就不要去怪他了。是。枸杞事体嘛，枸杞在一时相顾疏松，今朝母子能够排队，真是天大地大一桩大喜事。算了，哎呀，啥儿子还住到地上向了？哎呀呀呀，我这个人真糊涂，刚才刚昏头在，搿住到方舟地上邦邦硬，夹毛头痛过，老太太不舍得在，儿啦，你快些起来吧。是多谢母亲。立起身了么外头来在，吩咐把过人之精神，纪念到此结束。